OK 呀，第一个。种番茄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不但它很容易生病，也有一只讨厌的虫会把我的番茄叮一叮，然后那个番茄会烂掉，不能吃。而且最讨厌的事情也有小偷，他们会进来我的菜园里面。然后番茄红的时候，他们会把番茄都走了，所以你不可以让你的番茄在树上成熟了。所以你这三个问题里面呢、啊，种番茄的这三个麻烦，你最讨厌哪一个？我觉得没关系，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啊，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些三个问题，我们不可以让那个番茄在树上成熟了。因为找不到，所以我们决定了，我们早一点摘一摘，然后带回家，然后我们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在这个箱子里面让它成熟。你看，有一些还是绿绿的，对，刚刚摘的，有其他的已经变红了，是，慢慢他们会成熟。熟成的 OK 呀，这是熟成的桃太郎，漂亮的粉红色，熟成的陈蜜小番茄，然后这个盖子啊，我们用一个熟成箱，有没有？然后放一个石头在这里，让它有一点空气。然后这里有布，让它可以盖被子，所以比较好。所以我刚刚说的有这个问题，然后一只虫就是叮我的番茄，这个看起来没问题，对不对？很漂亮。但是你看在这里，已经有水出来，看得到吗？是。所以那个虫是从这里进来的，已经是它叮那个，在叮这个地方之后，然后产卵。对，你看，然后那个虫到这里都是水，它的虫，到这里，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的。本来其实是讨厌，其实这个现在才发现我们摘的时候看不到。没有。可是我跟你说，我们种番茄已经3年了，总是有问题。是。因为这个番茄真的是一个很麻烦。如果你不要用农药的话啦，我们是有机的，所以有点，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接受，要想办法，不然真的吃不到番茄。是。今天是更讨厌，因为有小偷，但是，对啊，你看那么漂亮。是。其实这个如果这个让它在树上变红的话，就会很漂亮了。是。可是这个因为它变红之后全部的它应该整颗都会变红。对。可是它整颗变红之后，它太明显了，因为绿的番茄里面，番茄园里面有一颗红色的番茄，他们直接就进来摘了，所以非常危险。你看很漂亮，完美。但是这个是 OK 这个其实这是 OK 这样子OK 这样子其实已经是。我介绍一下，因为在意大利这个没有这种，不是那么对，
没有，这样子已经是成熟了。不需要整个是红红的，因为这个是这样子，它已经是这个可以在沙拉里面吃。对，这是特别是沙拉，比较甜。它如果只有这样子，我最爱是 Okia， 因为它最甜啊。因为 Okia 其实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是其实最好吃。它刚开始有一点红啊，这里屁股有一点红。Okia 就是台语，对，台语，因为它的国语的名字是黑市番茄，黑市番茄，无所谓的。现在我要把它，开始了。这个受伤的地方是这里，所以我要看一下它受伤的地方怎么样。烂的。你看里面已经是红的，是，这个已经是 OK 了。然后这里，在这里，这里是有虫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它从这里钉进去了嘛？对。然后这个地方，可是我要强调这个部分哦，外面绿绿的，可是里面已经可以吃了。是。然后在这里，这里的有问题的是这里，它这里有那个虫，所以如果你放的越久，它会烂的部分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切掉吧。漂亮。虫在这里。dov'è? 这里。Eccolo là. Lo vedete? 看到吗？所以它在这里吃到饱呢，所以看到它钻进去了，有没有？钻进去。讨厌，真的讨厌。Hey, hey, now I'm far away. Oh yeah, now I'm very near. Look out, I'm in between two big mean giants. Hey, hey, I'm jumping up and down. Oh yeah, now I'm upside down. Look out, the big bad wolf is next to me. Where am I? Where am I now? 你看它这个，那么多，3个、4个，1、2、3、4、5只。所以啊，你如果不赶快把这个烂的切掉的话，它很快就，我们找到5只，可是可能更多。Pazzesco, 1、2、3、4、5、6、7、8、9个。少一个。